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他刊登了一篇文章，叫楼市回稳回暖进行时，从银时兑现到小阳春可期，止跌回稳进而回暖正在从一项政策目标逐渐变成现实。说杭州的机器人呢，在今年春晚火了一把，楼市也受益了。杭州奥体板块某德佑门店的业务员严鹏在今年春节复工后格外忙碌，他此前维护的3套房源均在2月加价卖出了。作为一名资深房产经纪人，他欣然接受这种忙碌。按照惯例说开年就如此忙碌，通常意味着全年的市场通常都不会差。开年以来 DeepSeek、宇树科技等中国科技企业惊艳亮相，被认为是新一轮技术周期开启的标志性现象。春节后，中国资产迎来全球投资机构重估，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居民购房信心和房企拿地热情。说最明显的效果是2025年房地产市场开局亮眼，虽由春节假期因素影响，但不少热点1、2线城市的成交量仍然稳中有升。春节假期过后，这些城市更是快速恢复到节前交易热度。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今年2月杭州二手房成交5977套，同比上涨135%。开年2个月，杭州二手房网签单量超过 1.2 万套，同比增长31%。这里面有多少是为了融资、为了倒贷款的呢？北京、上海、深圳等1线城市也增长亮眼。2月下半月，北京周末的二手房实际成交量达到了每天1000套以上。2月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更是创近3年同期新高。在热点城市的土地交易中，一些优质地块受到热捧，久违的百轮竞价局面不断出现，凸显得出向好的市场预期。说这种预期还可能影响到下一阶段楼市表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从业者表示楼市小阳春可期，1线领先，2线跟进。本轮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始于去年第4季度，那根据媒体的报道，那就是楼市止跌回稳了，现在就是小阳春。说作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观测指标，今年楼市小阳春能否如约而至，颇受各方关注。前述房企人士认为，去年4季度的表现，楼市实现了止跌，若这种局面能够持续到今年的小阳春期间，那就可以称之为回暖或回稳了。中指研究院副院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止跌回稳是一个系统性的政策目标，短期最应关注的2个指标是二手房价格和新房销售量止跌回稳。如果是说二手房价格的话，那全国二手房价格同比环比都在下降，所以谈不上止跌回稳。那新房销售量这个就不好说了，有人说新房销售量涨了，环比上涨，同比也上涨，还有说新房的价格还涨了。按照这一标准说，小阳春期间的市场表现不仅关乎市场信息的延续，也具有较强的研究基础。多数受访者对今年的小阳春前景感到乐观。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表示按照目前深圳市场的活跃度，3月甚至可能出现大阳春。小阳春已经按捺不住了，现在要大阳春。还是我的这个观点，止跌回暖既然是小阳春，那地方政府还有必要继续救市吗？再出政策吗？它都已经回暖，一边是媒体说的，专家说已经止跌回稳，一边是各个地方政府救市，根本就没有停。你看近日贵州一则买房送平价茅台购酒资格的消息火遍全网，也就是在贵阳买房送茅台。这个茅台是什么呢？是平价卖给你，你有这个资格买，也就是那个茅台是出厂价和那个市场价中间不有很高的差价吗？只要你是外省户口，花30万在贵州买房，你就能买18瓶1499元的茅台。花50万以上的，随房价递增，最多可买48瓶。要知道，这可是贵州省的官方活动。发布这则消息的是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的贵客会小程序，这个是贵州国资委的。说消息一出，不少人都心动了。要知道，茅台市场价常年徘徊在3000元每瓶上下，如果按照活动价购买48瓶，差价也能省下7万元。具体的活动规则也非常简单粗暴。这个消费者在贵阳市云岩区、南明区、乌当区、白云区、花溪区、关山湖区购买总价
30万元至50万元的商品房，即可获得18平优质酱酒指导零售价优先购买资格，总价达入50万元的每增加20万元增加6平，以此类推，封顶是48平。那在其他的市区县呢，比如贵安新区、清镇市、修文县、西丰县、开阳县，购买总价20万至30万元的商品房，即可获得12平优质酱酒指导零售价优先购买资格，总价达入30万元的每增加10万元多加6平，封顶是36平。这个地方政府也是为了救楼市，可以说操碎了心，茅台拿出来搭配着卖。这个地方政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一个是楼市去库存，因为它房子卖不动啊，政府为了把这房子卖的，他不掏钱，政府没有掏钱，给你的只是你买茅台酒的资格，1499买，反正茅台酒它出厂价就是1499，给谁都是给这些买房的韭菜，买房韭菜也愿意啊。你看市场上一瓶是3000，或者你就说2400、2500，那它一瓶差价也有1000块。关键是它非贵阳的户口，外地人去买，这个还不是刺激本地人，它是刺激外地人去那儿买。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啊，茅台酒高端酒销量现在是月在下滑，价格也在下跌。这个高端白酒的厂家现在在控货啊，控量，就是不按渠道里放酒，越放越多，价格越低。他为了稳住这个终端的价格不能垮，所以他只好把这个酒囤起来。怎么囤？经销商囤，厂家也囤。实际上很多做高端白酒囤酒的黄牛都在赔钱，因为它价格一直在下降。这个地方政府灵光一现，把2个有库存的东西绑一块卖，一个房地产要去库存，一个白酒也要去库存。这一轮炒作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多少外地人冲着这个茅台跑去那儿买。我可以肯定的说，真要去买房的一定是那些经销商。经销商如果算出中间的差价，觉得有利可图，他一定跑到那儿去买房，拿钱去买，买完之后他有茅台酒的资格，拿着茅台酒再去，反正这1499买的酒，他到时候1800往出卖，他也能赚钱。这个我想真正的外地人说冲着茅台跑到贵阳去买房，我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我只能说他的脑回路不一样。所以说上这个圈套的一定是经销商，而是经销商算出来中间的差价漏洞。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就说明了贵阳的楼市根本谈不上止跌回稳。现在很多媒体中介都在炒作楼市止跌回稳了，实际上是营造一种气氛，让你不买你也得着急。其实大家看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房地产的说法内容明显在减少，而且表述的也相当的克制。现在风向变了，难道大家看不出来吗？现在变向科技。关于房地产，那就是一句话概括，就是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没有说什么大规模刺激，也没有什么保房价的说法。虽然外媒什么彭博社又是小道消息是吧？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让他们怎么样去收这个商品房，那都是小作文，即便是真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一届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没有大规模刺激，也没有保房价的说法。用力这个说法也非常艺术，持续用力怎么个用力法？用力揉面也叫用力，用力打拳也叫用力。所以说市场能够解读的信号大概是这次真的不靠房地产来救经济了。以前的剧本大家都比较熟悉，楼市只要一打喷嚏，政策就立即出手，比如降利息、松限购、撒钱搞基建，确保市场稳。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该松绑的政策早已经松绑，房贷利率降到了历史低位，甚至连首套认定标准都在做调整。可市场的反应呢，依然冷淡。这个就不是单纯的政策问题，而是市场心态在转变。大家应该知道，咱们2024年全国城镇住房总量已经接近4亿套，每个城镇家庭平户均是1.5套。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 7%， 到了去年就只剩下 6.3%。虽然看着降幅不大，但换算成那个真金白银那可是万亿级别的差距。肉眼可见的是，钱涌向了芯片、半导体、新能源等等，留给保障房的也就只剩下个零头。这种说法，房子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为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反映在房地产上面，那就是购房群体的基数在缩小，咱们城镇化率速度也在放缓，未来的新增购房需求自然也会跟着往下降。房地产是短期看金融，长期看人口，这个人口的趋势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最核心的变化呢，还是经济
济模式的调整。过去啊，这个房地产是经济的亲儿子，但现在咱们重点突破要放在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政策力度明显要比房地产大得多。通过这一次会议，大家其实能感受到，市场呢也逐步接受这个现实，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流向这个创业投资和新兴产业，就是科技，而不像以前那样认定买房才是最安全的投资选择。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救楼市，而是这个楼市要以时间换空间，不要跌得太快，叫软着陆。虽然现在谈不上是软着陆，但是毕竟没有直接崩掉，目的达到了。时间换空间什么意思呢？就等转型成功，那时候房地产的萎缩带来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会由别的比如科技或者其他行业的增长所弥补掉。所以说从这个政府报告里面似乎也没有看到对房地产这块有什么特殊的政策，这是从政策角度来看，很多人指望着什么大力出奇迹，就连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个炒房之都，他现在炒房也是从 DeepSeek 从杭州六小龙这个角度去炒，没有从房地产本身去炒，说这房子就要涨价。他讲的故事还是科技，这是政策面。那从经济层面，外贸2月份的数字已经出来了，这个增速好像是从去年5月份的外贸的增速达到最高，外贸的增速就一直在下降，2月份降到最低点，3月份因为咱们贸易战已经开启，外贸这一块面临的压力大家自己心里有数，这个不用多说。我们所说的三驾马车投资刚才已经说了，你现在投资只有高科技这块还有故事可讲，但是高科技这个有没有收益，这个谁也不敢现在就说，你得打问号。投的是很热闹，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你现在投基建那纯粹是把钱往水里扔，那就是叫沉没成本。而投科技呢又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看这个深圳好像一共要成立个500亿的什么基金，也是专门投科技。我仿佛想起了这个以前这个芯片基金，对吧？这国家成立好几期上万亿的，这钱到哪去了？有什么效果？好像都被人骗了。就芯片基金这个抓了很多人嘛，这是投资。那消费连吃火锅都是奢侈，要消费降级。白岩松说北京有很多这些普通消费的餐馆，也就是人均100多块，那就跟那个火锅差不多啊，130、140的人均消费都被那些人均消费30、40的小餐馆取代了。这是北京这个消费降级多厉害！你再说其他的谁信？北京的那个宝马 5S 店都干不下去了，什么奥迪 4S 店关门跑路，北京的餐馆规模以上的餐馆都不赚钱，上海高档餐馆倒了一半，这个都是消费不行。所以说你看从经济目前反映出来的情况，投资、消费、外贸，大家心里有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房价还要涨，谁去买？刚需房的也是越来越少了，刚需房也没那么刚，越来越多的国人想方设法的走了，远走高飞，润了。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二手房交易量大，二手房房价不涨，有很多房东以价换量，赶紧卖掉，人家走哪儿去了？我们看一个报道，早报网报道，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它这是3月3号报道的，还是比较新鲜的，叫中国人爆买日本学区房，为了孩子的教育，中国古代有孟母3000这样的故事，如今发生在日本。日媒报道，日本顶尖的东京大学所在的地区地文京区说，目前就掀起一股中国人买房热。文京区是东京著名的校区，不仅有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和筑波大学等国立大学，更有日本医科大学、顺天堂大学、日本女子大学、拓殖大学和东洋大学等多所私立大学。说该区还有一个特征是住在那里的孩子入读的5所传统公立小学昭和、橙汁，其升上名校的几率极高。说朝日新闻报道文京区房价一直出现涨势，这与中国人热衷教育有关。东京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在文京区，一套60到70平米的二手公寓单位售价轻易过1亿日元。该区房地产公司说近年来在该区购买公寓和房屋的中国人急剧增加，目前约有30%的顾客是中国人，也1/3是中国人，你这开玩笑，哪来的这些人？为了应对，该公司聘请了能说中文的中介。该区教育委员会的统计也显示，基于中国人买家是要让孩子上该区小学，近年来该区的中国小学生猛增，从2019年的194人增至去年的467人。为了与中国的父母沟通，该区的学校网页也多了中文说明。你看看，人家已经做好准备，等着你中国人来了，筑起了梧桐树。说从上
上海搬到日本的一对中国夫妇，去年以1亿6千万日元在文津区买了一个60平方米的公寓单位。你看看为什么上海的二手房火爆？上海搬到日本的一对中国夫妇，夫妇俩带了2个上小学的孩子。妻子王香说啊，在中国的网上就了解到文津区一带有好的小学和大学。我告诉中介，只要这个地区的房子为中国父母提供咨询的教育工作者森善长安认为，文津区有知名的高中和东京大学。不难了解，热衷教育的中国人之间必定一直讨论在异国他乡要如何选择名校和备考技巧等信息。据报道，这些买房的中国人也有意投资房地产，而选择在著名校区买房则可以保值。据悉，买房者中约有1半人是一次性付现金。你看看，把在中国的房子卖掉到日本买房都是现金。据分析，中国父母把孩子送到日本上学还有其他因素。首先是日本的升学没有中国那么激烈，其次是日本学费因日元贬值而比欧美相对低廉。此外，中美关系恶化也促使中国人把孩子送去日本留学。这只是日本，那还有去英国的、法国的，去新加坡买房。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国人爆买日本学区房。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上海的这个新房，核心区的都是日光盘，4000万一套，5000万一套，对吧？一天能卖200套，但那个是新房。那上海的豪宅二手房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吧？这个王思聪去年把他上海的豪宅要卖掉，新房是日光，那二手房是什么个状况，对吧？以王思聪为例，王思聪这个房子也可能是特例，但是也能说明问题。今天媒体报道说，王思聪上海的富士豪宅彻底砸手里了。这套豪宅去年10月份就开始卖，一开始卖1.2亿，后来降价到9800万，现在又降价到8000万，还是卖不掉啊！已经降了1/3了，本来1.2亿嘛，现在卖8000万，降了4000万都卖不掉。这套豪宅光装修就花费2300万。这套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豪宅，地理位置虽好，但市场行情已大不如前。去年10月刚挂牌时，同样户型的房子在2022年还能卖出个1.12亿，如今却连8000万都难以出手，2年间缩水超30%。中介透露，豪宅花园因长期无人打理，杂草丛生，枯枝遍地，连带房子整体感官大打折扣。买家看房时直摇头，装修投入的2300万反而成了累赘。极简风格虽显格调，但个性化设计让不少潜在买家觉得不够实用，重新改造又是一大笔开销。这个房子恐怕王思聪买的早，买的时候比较便宜，所以说即便他降到8000万，恐怕他还是赚钱，也就是他还有让价的空间，所以买家就不着急。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说买家更倾向于捡漏而非接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缺钱嘛，现在遇到困难了，所以你现在8000万你不卖，你扛不了多久，说不定6000万也得卖。王思聪现在在日本，对吧？咱们刚才已经说了日本啊，他也在日本，所以他卖上海这个房子只能说是套现离场，他不可能说在上海把这房子卖了，完了之后再买上海其他的房子，他就是套现离场，说不定在日本要买。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咱们二手房火爆，实际上是有很多资金离场，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二手房交易量大，但是二手房房价同比环比都在下降。但有钱人当资金纷纷离场，怎么能实现止跌回稳？当二手房的房价一直在下跌，你新房的价格怎么可能稳得住？靠房子和茅台捆绑销售能止跌吗？很有可能2个一起跌啊！很多专家的思路还是从供应端下手，调整供需关系，所以他们就认为我这供应减少有2种办法，一个就是不再批地了，这个地批的慢一点，房子盖的慢一点，供应就少了；第二个就把市场上存量房我给你收走，政府给他买走，供应就少了，这样房价就稳住。专家全部略过了韭菜，人家由于收入下降，由于要裁员降薪，对未来预期不好，韭菜买房的需求消失了，韭菜也不想结婚，也不生孩子，他没有需求了，需求在下降，这个等式这边是供应，这边是需求，你供应在下降，需求也在下降。你供应下降的速度没，你还是调了个寂寞，你收购也是收个寂寞，你能把全市场的房子全收了吗？韭菜不买房，他可以租房，一个人租一间房贵，他就2个人租一间房贵，他就4个人，总之有办法解决。而你那个房子盖好了在那儿，各种费用、各种利息，谁着急呢？所以说这些专家他叫刻舟求剑，他光看到的这个等式，我在这边给他限制一下，供应上面做点文章。我觉得，与其把钱花在供应端做文章，什么收购存量房，你不如把钱花在这个需求
求端，刺激这韭菜的需求，对吧？让韭菜的收入涨起来，让韭菜得到实惠。你换个方向刺激，不要老在供求端、供应端刺激，加大供应端的刺激力度，慢慢提高韭菜收入，让韭菜买房得到实惠，这就是互惠互利，这样韭菜他才会愿意去帮你把房子扛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